所以我们的那种机具还没那么发达。糯米是用稻米都是用人工在弄，用糯米是非常浪费的，所以用那个达木，就是那个酒醋那个酿酒的酵母菌，是用那个酵母菌去泡，大概要1个多月。然后因为我们的土的粘性不够，所以一定要用那种酵母菌。酵母菌那比较奢侈的时候就用小米啊，或者这个。那所以我们讲说这个是，但我们不能等，我们最后是用。但我们现在也不必那么省嘛，对不对？我们稻子很多，那我们才用这个。下一次我这个要熬成粥，今天晚上我就熬成粥了。好，先熬成粥，然后再用这个炼土机，搅拌。这样子，所以这个米的作用是这样，糯米的作用。我算比较奢侈。黄平来了。来了。没有，这个是龙女。龙女。那我们待会先去海边，先去海边。可是要踩下。大概这样圆的石头每一个人大概。那我们就先听嘛，可能回去那些文字也是记重点。剪大中小，我们不要拿多，拿多我们就违反自然的法则。我们原基法里面讲说，有21条可以去在传统领域拿石头，但是非盈利的，所以我们是非盈利的。拿多了我们就违反了我们的那个人不能贪不要说哇这个好漂亮我也要，那个好漂亮我也要，干嘛这样就一大堆。大中小，这个还是不太好，就是海边所以我们到海浪咖啡。所以大概最大就这样子，然后小的话可以这样子，然后这个一样这个圆幅一点，这个圆幅不太够，要圆一点的。对，那这干嘛？我们就是在陶的内壁拍打，用的。这个呢，我这几天今天特别帅呢，我都在赶做这个。这个叫做托盆。我们传统陶的制法就是必须要靠它这个地方，就是一堆土，那时候就放在这个地方。我现在只做了10个，我已经搞了1天半了。我自己去那个我表哥那边去车了陈松龙先生。对，车这个，但我们要用到它大概就下一个礼拜了。就是那一天你弄的那个木头。对。一段一段的。我也拍给海妹了，就是车这个，这个都算额外的工作，但你们不能拿走，这个是我的工具。OK。你们要的话跟我买。就是要做那个陶的。要跟我买，对，托盘。因为我现在只做10个因为那个木头不够，我还要再去找。那是什么木头？黑木子。银木子烧肉棍哇，也太奢侈了！我们真的太奢侈的行程，用有机的米去混合泥土，然后用3肉桂做托盘。OK， 那我们现在在出发的之前我们就直接先去捡石头那我开货车去你们跟在后面。用。那以前还有一种是我们那个用这个这个就是让它就是有粘性，还有一种就是更奢侈的，就是用1箱的啤酒倒下去的。哇，啤酒应该是要喝的吧？那以前不是用那个啤酒我想啤酒要喝的吧？怎么可以把它倒下去？所以呢 ，Go。我要坐后面也可以不是好像警察会关心的。